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愿做平安，甲咱三个弟弟。顶礼拜日雨真大，愿上帝的恩典降到咱每一个人的心中，像雨滋润我们。这条所有来吟诗，伫别咱的心，注点我心内无行，行自在。来做伙出声来吟。咱做出声来吟，注定我。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令我心笑了。你做我恩典，予我，主做我智慧。主帮助咱，互咱每一日甲主同行。上帝做咱的天父，咱的主耶稣基督做咱最好的朋友。咱做上帝天父上帝的囝，咱做伙三角来祈祷。主啊，学了你，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阮伫6月最后一个主日来到主你的圣殿，感谢主你对年初到年中就是6月底，主你甲阮三角同在，继续引带阮后半年度。对后一个主日就是一个7月新的开始，就是2020年后半年度，伫阮人生的旅程。有人亲像春天遮尔温暖，因为还阁少年；有人亲像夏天热天，心火热，人生的高峰；有人已经进入秋天，人生的身体开始发现开始衰老；有人进入人生的寒天，就是人生的四季，主你帮助阮伫世间的日子有限，主帮助阮，因为主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你是全年拢无歇困，对创造世间开始到伫现在，经过千万年，你悠然甲阮同在。求上帝帮助阮，互阮无惊吓自在，因为主你踮伫阮的心内。求上帝你施恩。阮今仔日的礼拜，互听的人，互讲的人，主你
拢是用诚侪阮的帮衬甲瓦克。今仔日一早雨停，互阮的心开阔，来迎接主你的疼痛。嘛，互阮会当为着受灾落大雨、受灾的人民，也是大水退了，还阁真伫生活阁陷落困苦的同胞，嘛为着因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台湾即块土地。阮伫天气极端变化的时阵，阮有时阮心里无做好准备，总是阮时常爱反省，阮会行踏伫世间，是毋是造成温室效应，互阮会当搁较警醒，家己无过头来，互即个地球受到侪侪的污染。愿上帝你帮助，警醒阮的生活，因带阮今仔日的礼拜，阮欢喜来亲近你，祝你甲阮三同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较早对恁兜甲拜堂有压着雨无？无吼，着感谢上帝。昨下搁咧落雨吼，出日落雨是主所定，两项咱拢欠缺。咱备万金来礼拜，咱要来吟会前的诗。主上帝，早起是你会听我的声。我
你是我的上帝，求你教示我遵行你的旨意。愿你良善的神引带我行平坦的路，照你的公义引带我脱出患难。咱来吟圣诗，圣诗第27首，我主上帝。今咱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人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受过4摆葬落阴府，
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上空，罪赦免，肉体和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遐济，咱来交托启文第33，启文第33，圣诗的后壁面，启文第33。我来启，请咱兄弟来印。启文第33，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会看会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竟知影我要讲什么？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举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多，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咱同心压头来祈祷，着感谢上主，因为你是至善。要感谢万主的主、万王的王，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地。要感谢行做奇妙大事的爸，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伫顶礼拜一礼拜的中间，阮历过风台、大雨，但伫今仔日透早。阮看到主你温暖的日头，阮知出日落雨是主所定，两项阮拢欠缺。主你为着阮排比的，阮袂禁止要感谢俄罗主你奇妙的作为。主啊，阮也恳求你。赦免阮逐不时会愚妄来得罪你，阮也恳求你，不管是用圣神来引带阮，互阮无受到世俗的引诱。阮恳求你慈悲仁爱的圣神，正经保护。洗清阮一切拉残的心灵。主啊，你时常甲阮换新正直的心，通来陪伴行逐项的好事。主啊，阮恳求你怜悯阮，可怜阮，
阮所徛起的土地有面临土石流、大雨、大自然的灾害，有相时甚至是地动的大损害。阮学得了解主你奇妙的所为，总是求你帮赞阮，搁较有一粒谦卑受教的心，就来思考怎样来管理你所赏赐阮遮尔水的土地，阮着怎样好好来保守、消除阮的欲望，因为阮常常要甲你争迄个无自然的代志。主啊，恳求你赦免阮愚妄，也赦免阮因为嫉妒纷争所造成的战争。阮恳求你的国来临，我来求你医治的神来帮赞医治阮所有面临身体的痛痛、心灵的创伤。阮有时阵生活中真无顺遂，互阮无拖磨来求好业，互阮有智慧来约束家己。因为目一个年，钱财就无去。主啊，求你教示阮，着买真理，毋通累；嘛着买智慧、教示、甲明理。阮安尼恳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乐队要用恁着用欢喜唱歌，互咱来献诗。
咱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2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第101页，马可福音第10章的17节到22节。我来读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耶稣拄要出外的时，有一个人走来，跪伫伊的面前，问伊讲：“好的老师，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耶稣甲伊讲：“你哪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才会解明你拢捌，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摕，毋通做伪证，毋通诈欺，着孝敬父母。”迄个人应耶稣讲：“老师，才会解明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注目看伊，听伊甲伊讲：“你还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散赤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对我。”迄个人一个听到即句话，面失色，忧忧愁愁离开，因为伊财产真多。讲到林牧师的正道，伊要用要欠缺一件来正道。礼员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因带咱来到伫主的圣殿，伫遮也是咱属灵的家庭。兄弟姊妹，大家做伙见面，心内是非常的欢喜。这时阵，咱边仔的人，甲伊请安讲，愿你平安。主的平安伫咱的中间来掌管，互咱无论咱的遇到什么种的艰难，咱心内会当将咱所有的艰难一尽拢交互主上帝。这是咱明白主的人上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咱有一个交托的对象，然后这个对象是搁真搁活的神，求主帮助咱，咱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找求真理的活命。阮也要安享伫你的智慧的中间，因为你的意念远过人的意念，你的道路远过人的道路。互阮搁一摆透过主你的话语来思考，阮的人生要怎样来行踏，阮就怎样来奉献阮家己，互主通来承受迄个永远的活命。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用较无的神的灵。来到伫你面前，放互阮的心当互主你的灵来充满，互阮空空来，互阮把足转去。愿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人伫人的内心，常常有真侪的欲望、欲望，真侪人感觉讲。家己所拥有的咸菜，还阁有真侪无够额。明明伫咱的衣橱内面有真侪衫，毋过让咱常常会感觉讲，好亲像阁减一领，吼。咱的鞋啊，咱嘛感觉讲，似乎又少了一双，但是明明阁有真侪双还未穿过。安尼代志嘛会发生伫我的心上。教会是一个信用的团体，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就是咱的性命。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所在。
教会嘛是一个咱无法度来选择兄弟姊妹的一个所在，无法度来选择会友的一个所在。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疼。只有伫无共款的人的中间，咱彼此学习，彼此相疼。有即个生命，有即个疼，才会当互即个教会生命的团体来得到中大成熟。伫即个中间，需要上帝疼，嘛需要人彼此之间的疼。一般的人认为，只要我做一个好人，我有善良的心，我有疼心，我守规矩，无做歹，而且也遵守上帝的诫命，我就会当进入天国了，进入上帝国了。看到今仔日的经文，但看到这个人，伊自细汉就遵守上帝的诫命。耶稣甲伊讲安那，伊讲这个诫命你拢捌。唔通害死人，唔通奸淫，唔通偷窃，唔通做伪证，唔通诈欺，你着好敬爸母。然后这个人安那应耶稣，伊讲老师，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拢有在遵守了。这就好亲像真侪传承落来的基督徒，检测第2代、第3代、第4代，甚至第5代、第6代，这基督徒的家庭，真侪囡仔自细汉就伫教会伫遮来长大，参加主日学、少年团契、青年团契，然后长大，甚至到伫妇女团契、少年团契、圣歌队等等遮的，伊感觉伊拢遵守所有。无论是伫信仰顶面遮个规律、上帝要求，甚至是遮个规范，拢遵守啊。就好亲像是即个人来到伫耶稣的面前，伊讲我啥物拢遵守安尼。总是咱看到即个人，伊跪伫耶稣的面前，问耶稣一项事，伊讲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来承受永远的活命？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来领受神这一份永远的活命呢？这句话显然出来，伫伊生命的内面，犹佫有一部分会欠缺甲不足。这个部分到底是甚物？连伊家己可能嘛毋知，真正毋知。什么是永远的活命？什么是活命？耶稣伊家己讲，咱做伙来读，我就是对天降落来迄个活命的饼。耶稣伊家己讲，我就是活命的饼。第2个经文讲，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就有永远的活命。活命就是人的生命，伫人生顶面有真实甲主耶稣结连，有即个真实实质互动生命的关系。永远的活命是对主所来的一个生命的溃烂，伊是完整、完全、圆满、佮丰富、丰盛。也充满一个永恒价值意义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永远的活命，伊会当超越空间、时间，甚至是超越死亡的限制。伊袂败坏，嘛袂消失。所以，一旦人伫伊的生命内面有领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到底要对伊有啥物种的影响呢？我想，当咱信主的人，若领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了后，咱对伫世间真侪伫人事物，对于人事物这的眼光，拢会改变。经言安尼讲，眼有光，就使心喜乐。人的目睭内面有一个上帝光，
伊的心就会欢喜快乐。咱来看约瑟，伫伊人生的道路真坎坷，真受伤，因为伊互伊的亲阿兄来出卖，袂互要前往埃及的即个生理人，所以伊到伫埃及迄个所在，经过人生真长的岁月，后来伊有机会伫遐来做宰相。咱看到约瑟，当伊面对受到亲人的背叛，到伫最后久长的这年日中间，伊并无陷落伫报复的心态、苦毒的心态，伊反倒看到上帝伫即项无好的代志顶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伊安怎讲？伊讲以前恁对我的意念是歹，毋过上帝的意思是好。今仔日才会当互遮侪人活地。咱这会读华语这个经文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活，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人歹的意思，无法度阻挡上帝要伫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所要成就的计划。伫马太福音11章26节，嘛安尼讲：悲啊，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是耶稣讲出来的话，伊讲悲啊，是啦，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这句话是耶稣当伊伫咧面对生命的挑战的时阵，伊对天父上帝的旨意的顺服，相信上帝有好的安排，安尼的一个确信所讲出来的话。伊讲：是的，父啊，父啊，是的，这本是你的美意啊。根据人会眼讲，这个少年的财主，伊真年轻，伊有钱有地位，伊也自细汉对细汉就遵守上帝诫命。这种的人，通讲是接近完美了。总是咱看到耶稣却对伊讲：你要欠一项。对人来讲，伊所有拢真好。总是耶稣对伊讲：你要欠一项。因为你所欠的这项只有上帝知，因为这项是甲上帝有关的。咱看到当耶稣咧甲这个人讲这句话的时阵，经文讲耶稣用一个听的目神伫咧看伊，甲伊讲：你要欠一项。这个讲什么？就咧讲有欠缺的人，无论咱安怎不足。耶稣伊犹原疼咱，总是伊嘛要甲咱讲出咱的需要甲欠缺，来互咱成长。到底这个人伊欠什么呢？缺乏、缺少。这个字伫希腊文的意思是不足、不足。所以接续耶稣甲伊讲：你去把所有的来分互善这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你来缀我。耶稣伫这句话中间，伊指出两项事。第一，伊讲去卖你所有的来分互送养的人，然后第二来讲，你来缀我。这两项事拢指向、拢指引一个人生的状态，就是人爱要舍下。要给予，对伫一种家己想要出力来掠条、来占有、来拥有，到底咱会当放手到给予，这个过程是一个生命主权的转移，是咱一个生命主权的一个转变，对自我中心。转以上帝做中心，对家己想要掠条、
家己到底咱会当放手，互主来掌管；到底咱想要拥有、占有，到底咱会当分享。当耶稣甲这个人讲，你着去卖你的一切，来分互送向人，然后来对主。讲即句话了后，这个人有啥物反应呢？来，咱做伙读。这个人一会听到这句话，面失色，忧忧愁愁离开，因为伊财产真多。哇，原因就是伫遮。这句话讲出，这个人面容失色了，失色，然后做忧愁来离开，因为伊安那贪爱钱财。因为伊财产真多，财产真多真好啊，无啥物毋对啊，总是伊放袂落，伊分享袂出来，伊要掠掉，自我最中心。耶稣毋是讲这无好，总是如果当人掠掉这个财产、金钱、经济的主权，互这个主权来占满咱的心中。掠这个代志赢过上帝，那安尼是无法度来承受永远的活命。接续23节安那讲，伊讲耶稣四周围看一轮，甲门徒讲，顺便来教导在场的这个门徒，伊讲有钱人要入上帝的国，偌尼啊困难。耶稣伊看出人的心，所以讲有钱人要入上帝国是偌尼啊困难。圣经嘛讲，无人会当服侍两个主人，袂当同时服侍上帝，佮服侍钱财。我们不能够同时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你只有会当选一项。圣经嘛咧讲，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伫咱的生命中间，伫咱的心中，是毋是犹佫有迄个无容易，或者是无愿意交出来互上帝的物件？举例来讲，有人愿意开时间。伫滑手机、网络的世界、电脑的面前，总是却无愿意开时间来做属灵的成长、培养、读经、祈祷、礼拜、服侍等等。那安尼就是无愿意将咱家己的时间的主权来交互上帝。有人愿意开钱伫家己的庄读、享受。却无愿意奉献伫教会来救济诸身，安尼就无愿意将金钱的主权来交互上帝。有人认为礼拜日是趁钱拼经济的好机会，就习惯性远离教会，不爱来礼拜。那安尼就是无愿意将经济的主权来交互上帝。事实上，交出来，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是一个信靠上帝信仰的一个实践。所以，如果若有无愿意互主来掌管的迄个部分，最后就成做咱生命的欠缺。就是耶稣对这个少年有钱的人讲：你要欠一项，你要有一项无愿意交出来。咱来想看觅，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心中，阁有欠迄项无？咱所欠的迄项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一件是什么？因为遵守主的教导，守主日来到伫主的面前来敬拜、来服侍。
这是咱做基督徒上基本对主的敬畏甲服侍。我记得我伫学音乐的过路途中间，久长的岁月内面，我拢无伫礼拜日透早伫咧教课。就算过去伫大学毕业了后做音乐老师，我犹原将礼拜日空出来伫教会伫咧服侍。因为父母互我的一个观念，你较安那利用上帝时间咧做遐个代志，你嘛袂趁较济。过去我读大同国中音乐班的时阵是住学校。我记得每一届到伫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阵，我就爱转去到伫我爸爸牧会教会伫遐来弹琴服侍。迄个时阵，我嘛是一个青少年的囡仔，我看到同学拢伫学校伫咧读册，留伫学校读册，我嘛足紧张讲，人拢咧读册啊，我着爱翻山越岭的迄阵，对园林到伫爸爸牧会的万方是真长的路途，我爱搬3架的车。差不多爱2点钟以上才当到伫万丰村迄个所在，所以我的心对一个国3、国2的囡仔来讲，我嘛真惶恐。我同学拢伫厝里，拢伫学校，伫咧练琴，伫咧读册，然后我爱行李款的来转去到伫爸爸的教会伫遐来服侍。我嘛捌甲我的父母 complain 过讲，我敢会当卖转来？我嘛想要留伫学校伫遐来拼我的功课。总是到最后，我犹原顺服，犹原包袱啊款的背包背着，然后到伫教会伫遐来服侍上帝。伫这一路看起来，上帝拢无亏欠一个要服侍主的人。所以咱的确着鼓励咱的子弟，咱的后一辈，鼓励咱嘛，鼓励咱家己本身。礼拜日的确要将这个时间，互上帝来使用，奉献互主。当主甲这个人讲：“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善家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缀我。”这句话，佮有一个背后意思，就是操练你的分享甲你的贡献。上帝将时间、金钱、聪明、智慧、文书、才能，将你的工作、事业、影响力等这稳定的好物，赏赐予咱。咱不过是一个管理者，咱毋是占用者。所以这物件的主权，拢是属于上帝。亲像主祷文所讲，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上帝有主权，照伊的旨意来成就。主祷文嘛讲，你的旨意得成。所以当咱伫咧读、伫咧用主祷文来成做咱的一个祈祷的时阵，咱就家己实践伫咱的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行动的内面。当分享甲贡献的价值观进入到人的内心的时阵，人就袂掠条世间一切这的事物，或者是简单顾家己的利益享受。德蕾莎修女，伊讲这段话讲了真水。伊讲：来，咱做伙来读。神喜爱那些怀着喜悦给予的人。如果你怀着喜悦给予，将会给的更多。一颗喜悦的心，来自一颗燃烧着爱的心。上帝伊欢喜，当咱要分享、要互人的时阵，咱的确是欢欢喜喜。我们是怀着喜悦的心，我们不是被迫，我们不是责任，我们不是尽义务、尽全力，我们是欢欢喜喜，咱是欢喜来给予，包括欢喜服侍上帝。所以当咱欢欢喜喜互人，欢欢喜喜来服侍的时阵，这句话讲你将会给的更多，但我要再加一句话是，我们也会得到更多。这个物件是
超越咱的目睭眼光所会当看到，是伫咱的心灵的内面，上帝予咱的富裕、丰富，甲一个喜乐。伫遮保罗伊嘛有展现一个真好的信仰的一个模范。伊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有智慧还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债。保罗伊认为，伊欠人的债是啥物种的债？毋是资财迄个债。伊所讲的即个债是欠互相相疼的债。华语这样翻是爱要以为亏欠。疼是一个责任无毋对。耶稣伊爱迄个人去卖伊的所有，然后来分予送养的人，就是爱伊去实践即个疼的行动，爱伊去疼人，去甲人分享，爱伊毋是为着家己，乃是会当去看着别人的需要。圣经嘛讲，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众人的事。所以爱要常以为亏欠，欠这个互相相疼的债。所以这句话安尼讲，咱嘛做伙读请来。爱不是要得到什么，乃是要学习给予什么。爱要常常感亏欠，而不是常常感亏损。亏欠跟亏损不一样。亏欠是亏欠，咱感觉讲咱个做无够，咱个感觉咱给的还不够，所以咱的努力听这个道路，去不断去学习，去付出，去思考，所以是常感亏欠，而不是常感亏损。亏损是自我的中心，你感觉你欠什么，你互人，然后你失去什么，你欠什么，毋是疼，是咱对人的一个亏欠。所以罗马书13章讲，凡事都不可怎么样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所以疼，是不是咱心中所疼的、所欠的一项呢？检菜是疼上帝，检菜是疼咱的兄弟姊妹，检菜是疼咱的对点。所以经文不断伫咧扶持、鼓励、帮赞咱，互咱有一个道路方向通行，互咱的生命通得到迄个丰盛，就是讲咱爱彼此相疼，只有疼会当遮掩一切的过错。所以你要欠一项，嘛，互咱想到联想着什么？联想到马大甲玛利亚咧接待耶稣的一个画面嘛。玛利亚坐伫主的脚前，听主的教示，总是马大为着要接待耶稣，伊真无用，因为代志真多，伊心就压杂，然后就埋怨。总是主甲马大安那讲，伊讲你所需要只有一项，这也就等于你欠一项，所以你需要一项，就是这个玛利亚有经到迄个上好的迄份，无人会当甲伊抢去。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想看觅，咱还阁欠倒一项，这项是咱所需要。经文所讲的这个财主，这个少年财主，伊啥物拢做了，马大伊嘛啥物拢做了，总是主要甲因讲，要欠一项，因为因所做检菜是为着因家己，只有为了自己。那么来反省甲思考咱的服侍，会不会当我们伫咧做真多服侍了后，上帝却讲咱要欠一项？伫教会中间，侪人担任侪服侍，伫遮嘛提醒咱，伫服侍进前，咱先到上帝面前来祈祷，互主的灵来充满伫咱的内心。因为只有用祈祷，
咱才会当开始咱的服侍。因为这个祈祷要调整咱的眼光，到伫上帝，成做咱的一个焦点。所以伫信仰的操练的过程中间，上困难的是什么？上困难的就是毫不保留，就是舍己。因为咱人还阁有软弱，咱还阁想要为家己来保留一项。就是咱看到玛利亚当伊拍破这个上珍贵的玉房的时阵，伊是毫不保留，伊是将伊上珍贵、上珍贵的物件全然来奉献伫主的面前。伫遮，咱嘛来思考，咱会当领受到这份福音，咱会当成做主的门徒，是毋是有真侪人？因为因的舍己，因为因的牺牲，因的分享，才有今仔日的咱会当来接受到这个福音。所以，如果没有人愿意为别人舍己，又怎么会有福音呢？所以，要有福音，一定爱舍己，一定爱付出，一定爱有牺牲，包括教会整体嘛同款。所以要有福音，礼拜九伫咱的社区来骗传这个福音，伊毋是干那一个口号那定，伊是咱的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常常伫遐咧舍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所累积出来，互福音来开花。咱就想到过去遮的宣教师。若无因的舍己，放下因伫西方迄个国家有真富裕、舒适生活的环境，来到伫当时台湾一个还未开发的国家，受到真侪遮的艰难的挑战，包括天气、文化、语言等等遮的，若无有人愿意牺牲伊家己。甲家己看较细咧，舍掉自己舒适圈的一个享受，咱才有今仔日。所以感谢主，上帝伊伫每一个时间点，伫每一个世代，拢伫咧呼召要来做主的找用的人，对小到大，确定对伫教会有人委身服侍。对伫即个大的整体，诚做宣教师伫无共款的国家、世界逐角落，伫遐伫咧传福音。所以愿主帮助咱，互咱每一个信主的兄弟姊妹，咱就将自己当作是一个宣教师，伫咱的生活的处境的中间，伫遐学习要怎样操练咱的分享、贡献，到伫舍己。互咱对主所领受的福音，咱会当做好的分享。所以，如果伫这个时阵，耶稣伊用疼的眼神咧看咱每一个人，然后甲你讲：“你要欠一项哦，你的这项是什么？将伊交出来，互上帝，诚做。”伊要做一个五块饼、两尾鱼，这种扩大的一个影响力，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检菜还有欠一项，这项只有上帝你会当替阮来指出。恳求你帮助阮，互阮无为着家己来积住这的财宝，积住阮的能力、财物、运势、经济等等。反正，阮会当做好这的安排计划，阮将伊一项一项交出来，摆伫主的面前，来成做上帝国你的使用、你的影响，来起造更较完整阮的教会，上帝国来得到实现，伫地亲像伫天里。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来吟回应的诗，正诗第80首，对主耶稣目神。
叫咱起立来吟专首。真济，即条要来奉献，缅甸执事甲秀珠执事来书献。
兄弟请坐。我来报告，未报告的大众，咱要来读即礼拜的金句。礼拜金句吼真水，你去想迄个意义吼。那么逐礼拜袂输咧念册歌吼，即礼拜你来看，当耶稣若注目看你的时阵，你会啥物款的感受？咱去体会即个心境吼。尤其讲你去变卖所有的。来分互散车人，然后来对我，吼。当耶稣若有一个人甲你讲的时阵，你会啥物款的反应？好来，咱来读即礼拜的金句吼，咱连续要来读2摆哦吼。来，耶稣注目看伊，听伊甲伊讲，你要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散车人。你伫天顶就财宝，然后来对我。马可福音10章21节，搁一摆哦吼，来体会一下哦。耶稣注目看我，听伊甲伊讲，你要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散车人。你伫天顶就财宝，然后来对我。马可福音10章21节，吼，咱来看即礼拜的消息甲通知。第3页，若有事奉的同工，请你注意，吼。好来，现开周报的第4页，小会的公告，接纳林家德正做本会陪传会员，伊伫顶礼拜中由陈国成牧师举行成人洗礼。欢迎伊吼！顶礼拜圣餐陪餐的人数是114个。过来，教会消息，等下礼拜后有爱餐，多谢陈牧生长老的准备，请喜乐小组甲温柔小组饭后的收拾吼。等下这第2点吼，詹玉儿姊妹吼。伊伫中原大学的宗教研究所毕业啦吼，伊伫2025年伫咱教会实习吼，甲今年的6月底实习要结束吼，咱等下牧师教会吼要赠送的一本圣经，等下咱甲请伊出来吼，我甲这个报告煞吼，本主日下晡，陈牧师专家要去台北中会吼文化教会。参加这个施文培牧师的就任典礼啦吼，过来第4件6月29有圣经学院举办的灵性教育的研习课程，吼咱林牧师要参加吼。过来这礼拜的祈祷会，咱要为着美名小组甲文字小组来代祷。过来较重要通知吼，请咱各团契的会计。吼，请咱将咱的校谱交互伫签名吼，放伫办公室，有和会的查校员吼，律新姊妹甲叶婷姊妹来检查。咱7月份的定期中聚会有延一礼拜吼，要伫7月19召开。若请咱中集致意吼，若需要请假，请2个小书记来请假。过来，咱教会有3名，咱主任牧师甲罗正业长老夫妇要前往伫韩国的三一教会举办的团宣吼，要伫遐受操练吼，替因来祈祷吼。来8月10日，东宫教会甲咱教会体结即个姊妹教会，请咱还未报名的紧报名吼。即个费用是400块，有中昼顿甲暗顿吼，请关怀即个关怀小组来报名吼。第10点，赵良基牧师受姊妹教会的托吼，出编辑即个五罪牧师的纪念册吼，定伫8月10日要出刊吼，邀请会友吼来参与，会当有提供有遮侪相片吼，用来互伊。来刊登吼，在有登记新安康的读经的
读本的兄弟吼，请你去办公室领取吼。过来，咱即礼拜咧迄个周报内底有夹迄个圣工分担表，啊，咱有兄弟若安排上有登达的所在吼，请你安琪教师来协调吼。宣教的4年读经的计划，咱即礼拜是读到即个列王记上卷16章吼，啊，甲29章甲22章吼，啊，预定咱2027年就会当读完吼。过来，关怀协会的消息吼，啊，请咱注意来看吼。过来，这就是咱国团契的聚会吼，啊，特别要甲大家邀请伫即个团契消息第6点吼，主日学配合咱教会即个甲同工期结礼拜吼，伊伫拜6因就要入去来咱的姊妹教会内底吼，来做夏令营。啊，因即个题目是教会生态甲音乐的交流吼。啊，迄天顶礼拜的主日学，咱家己咧练的时阵吼，林牧师带因用迄德光啊吼，弄迄个声出来。我头先无听到时，我以为是讲迄布隆族的厝音，你知影哦？迄声足水的，吼啊！主日学即个因拜6就要出发啦，啊拜6伊会去车埕，吼去车埕嘛是要去生态，吼去车埕了，甲要入去东光教会吼，啊要去遐甲因做音乐的交流啦，吼啊这详细的费用吼，啊咱甲看一下吼，啊哪像剩无几个吼，啊校长嘛。特别请我甲大家兄弟报告吼，若有旨意要参加的人爱紧报名。啊，这是迄落过来遗体关怀的消息吼，特别就是为着遮个兄弟吼来病痛兄弟替因祈祷啦吼，啊嘛为着即个3位咱的传教勇士要去韩国吼，啊因的行程，啊因的食食啊。水土会下无吼，拢爱为着因祈祷吼。过来教界消息，咱家己甲注意就好啊吼。第7页有顶礼拜的奉献报告明细吼，若有出入的，请财务部长林主组长老吼来更正。以上吼啊接大啊对，咱要。先来送即个育儿吼，即个圣经啦吼，多谢伊伫咱这实习的中间吼，真辛苦，咱逐个团契拢会看到伊吼。这育儿姊妹吼，在逐礼拜6参加兄弟团契的读经吼，对伊是客家人吼，但是这台语汉语本的台湾台路吼，读甲比咱这较好啦吼，读无2礼拜尔就写叫啊吼，哦真感谢伊吼，好啊下面的时间交互林牧师。今仔日咱欢迎一位新的朋友黄新韵姐妹，啊，欢迎你，啊，咱给泡泡欢迎，新韵哈，欢迎你。咱感觉有新来的朋友，好，来，啥物人？好，安尼，咱下面咱要做伙来。集体代祷，吼，咱嘛，而且来为着育儿节祈祷，吼，其实伊个是一个慕道友哦，吼，啊，咱伊教会遮将近这几个月安尼学习，相信伊对上帝也有真大的一个体验，吼，伫对伫教会生活，互伊更较熟悉，更较明白。那这时阵咱当心啊，来为。育儿姐妹来祈祷，那么为着顶礼拜受洗的嘉德弟兄来祈祷，那么为着要台韩短宣
陈牧师、赖长老、梅玲姐三位来祈祷，咱嘛为着咱的儿童夏令营要到伫东宫伫遐来举办，咱为因来祈祷，咱嘛为着咱中间肢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育儿姐妹来真做阮独行教会的实习生。自去年9月份到今年的6月底，伫这段时间，伫学校、伫教会有真好的服侍、圣工的配搭，伫这的观摩，主，阮恳求你，互伊所学习、所看到、所听到、所吟的诗歌、所听的道理、所读的圣经、所做每一项圣工，主照你的心意来成全伫伊的心上，互伊对基督教信仰有更较深的一个体验明白，特别是会当感受到主耶稣你的疼，你实在是疼伊，你互阮会当伫教会内面伫遮来做伙同工，这是上帝你奇妙的安排甲计划，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你带领伊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伫信仰顶面也那坚固。我也为着嘉德弟兄顶礼拜受洗归入伫主你的名下，真做主你的学生，阮献上感谢。伫伊无道40年久，终于伫众人的面前，伊告别信仰，也伫主的面前，伊来宣告，伊要真做你的学生，你也真做伊的救主。主，阮感谢你。继续带领伊伫信仰的道路所要经历的，互伊一生无偏离这条道路。无论拄着什么种人生的挑战，互伊拢倚靠上帝，信靠上帝，徛在伫这条道路。主，我也要为着儿童夏令营的筹备，要到伫东宫教会。以及阮全教会要到伫遐的联合礼拜，伫这段筹备的过程，阮恳求上帝你来感动人的参与，伫迄个所在，阮有美好的交流。求上帝继续祝福阮40年久同工独行这段甲原住民所建立的情谊，彼此信仰顶面互相学习，来得到成长。主，阮感谢你。阮也要为着要去到韩国台韩短宣，陈牧师、赖长老、梅玲姐来祈祷，因已经备办2-3个月，做伙来切磋，做伙来学习，来准备的这段的过程。求主上帝，互因满腹心内的丰富学习的所筹备办。这种的满的自信，到伫韩国迄个所在，有好的继续属灵顶面的操练，甲宣教的学习。恳求上帝保守因这段时间有勇壮的身体，有喜乐的心灵。我也要为着伫我的肢体中间，身体无着艰难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我要特别为着赖陈金姐。伫病床的中间，求上帝你扶持、稳定、帮助，互伊的性命是伫主你的手中。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我也为着龙通兄日前住院，即时伊个出院，伫伊的身体也得到主你的看顾。有苦伤、目睭手术，求上帝你恢复伊的好的眼力。我也为着家常上祈祷，求上帝你扶持帮助，互伊的身体伫主的帮助下面，日日来得到健康。伫遮，我嘛为着苏陈淑华、施林明月、秀玲长老、陈玉秀、胡金明兄、婚礼姐、北红兄、郭聪明牧师，等等，阁有侪遮的兄弟姊妹年长的，因所无着身体的软弱艰难。求上帝你扶持，也煞照顾着因厝里的人，互因
也伫信仰的顶面悠远徛在，我靠主你的气力来度过这个艰难。愿献上我的感谢，求上帝你听阮有声无声的祈祷，伫主你的面前，主你拢降落。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哦，即条咱来请安吼，甲兄弟一礼拜无看吼，请安，互相请安。咱兄弟搁请安来，咱搁来念一遍吼，来预备来。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咱要来念祝福车恳的诗，正字1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要吟2摆吼。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路好，加持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听者，灭倒，咱电乐线，甲来利息。